衷，對朋友係作用啊，尤其係對這地位高嘅人。你麼，可是對我來講，講來嘛唔聽。即興的 rap 表演，曾雅君唱來自信不扭捏。客家女孩的身體裡仿佛住着黑人靈魂，強烈反差碰撞出的火花令人驚豔。其實聽到雅君音樂，我自己看到了客家的未來的一個音樂的一個新的可能性。完全跳脫傳統客家音樂的基調，超有想法的新生代思維，年輕的客家音樂。專輯製作一手包辦，對音樂的堅持始終很有個性。每一首歌其實它的東西都是很完整的，比如說鼓要怎麼打，吉他要怎麼彈，完全照他編的，完全照他編一模一樣。國際唱片公司想簽他成為偶像王力宏的師妹，附加條件必須改以國語創作。站在現實與理想的天平上，曾雅君選擇走自己的路。我覺得如果真的簽進去的話，好像很難做自己想要做的東西。好的創作源自內心最真誠的感動，簡單文字不用華麗的裝飾，站在時代的軸線上，曾雅君讓大家體會感動，譜寫人生。我說從講後浪推前浪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所以在你身上看到的動腔啊，你很棒。冇啦，好喊好，你要不要講講看海陸的？好，還要更好。就是海陸腔的好還要更好。好喊好喊好，好喊好喊好，對不對？好喊好喊好。世界我們說好喊愛國家好，好喊愛國家好，對，更棒，對不對？24歲的曾雅君有一種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魄，所以他說，如果這個世界只有妥協，那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？可是其實這也是很多堅持做客家音樂的人這一路走來堅持的心情。唔動聽好，喊愛國家好；唔動聽好，喊愛國家好。